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始，咱来关心以色列消息的时事表示，因的军队已经侵入加沙的市中心，嘛展开攻击行动。嘛讲伊斯兰极简组织的领导人即马是互包围伫内底。针对这个讲法，哈马斯并无回应。也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表示，战后以色列也无限期承担加沙走廊全面性安全责任。也毋过，美国的白宫警告讲，这绝对毋是好代志。以色列吹切继续向加沙轰炸，讲军队正伫咧加沙市中心行动，也讲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辛瓦被围困伫咧一个暗体内面。加沙的居民讲，因有看到以色列的坦克部署伫咧加沙市区，以军正宣布要包围加沙市，就是发动攻击。哈马斯无对辛瓦命军做回应，继续进行地面战，但不明弹药并且引爆发射飞弹，向以色列车辆开枪。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双方伫咧战场上的讲法。美国白宫吹切对纳坦雅胡伫前一天暗示对加沙走廊战后命运的讲法发出上新的警告。纳坦雅胡拒绝停火，表示伊甲美国的观点无共款。Those who don't want to continue the way of Hamas, it certainly is not. I think Israel will,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will have the overall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President Biden's been very clear we don't support a reoccupation of Gaza by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以色列想要清空加沙，也要求居民伫咧日时的时阵向南边耍。加沙在地人讲，以色列坦克拢是伫咧暗时向前线叮当，军队用空袭加炮击开路。加沙内政部讲，即马抑阁有90万的巴勒斯坦人伫包括加沙市的北部地区避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咱国内是出现头一个高子死亡的案例。疾管署表示，伊是北部30通岁的查甫人，无做过高子疫苗。8月份的时出现症头，9月份去互医生看，才知影去喂着高子。经过检查嘛，发现讲死者本身嘛有艾滋病毒，所以免疫功能就较歹，加上治疗的时间有去拖着，才会不幸死亡。国内出现第一例本土高子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30多岁男性，无做过高子疫苗，今年8月开始出现症状，9月12就去通报确诊，迄时阵身体免疫状况真歹，皮肤大范围腐烂，加局部组织坏死，口腔黏住球菌感染，后续检验，阁发现感染艾滋，虽然经过治疗，依然不幸伫11月7日死亡。虽然给予这个抗猴痘的药物以及抗这个 HIV 的这个病毒的治疗的药物，不过他后来是因为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刺激性感染啊，以及其他的这个并发这个败血性休克啊，后来还是不幸的是在11月1号过世。医师表示，高子、艾滋拢是同款感染方式，目前全球拢合并感染的蓝山个案算是罕见病例。预计感染艾滋的时阵，人体免疫力会下降，较会感染其他的疾病。若果感染高子，死亡率会为0.18%升到7%。一般的猴痘的感染死亡率约略是在0.1%到0.2%，可是如果是 HIV， 特别是在 CD4 低的末期免疫力低下的状况，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到7%。疾管署强调，高子第一例死亡个案主要是因为免疫力低加因地就医无法度及时治疗造成，提醒有性行为的人至少爱一摆艾滋体检，符合做高子疫苗的民众赶紧去做2剂疫苗。到即马为止，国内高子确诊有355例，其中343例已经康复结案，12个是国家自主健康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立冬，人讲立冬补喙空爱食补，毋过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是侪云到好天，若有的所在秋后热，有机会出现32度的高温。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水汽会减少，各地拢是天气较稳定，也毋过过豆山区也是有机会会落地渐阵雨。温度的方面，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的头份，也佫有新竹的宝山，拢是17度。也若日时会渐渐回温，西半部高温大约有30度至32度，东半部澎湖、金门高温是27度至29度。有的所在温度会较悬，所以整体感受今仔日是会较温暖、较烧热。也若暗时的低温是降到22度至24度，所以会感觉较凉冷。日时暗时温差较大。
继续关心，当年5月份至10月份是风台季节，也毋过伫2013年的时海燕风台是只罕见寒天才出现的风台。即马台师大研究团队是收集1945年到2018年西太平洋秋天、冬天出现的风台的资料，发现讲，除了海水的温度、气候的变化这个因素之外，秋冬的风台嘛甲日头有关系。咱同齐来了解。2013年秋冬有出现强烈风台海燕，造成菲律宾6000多人死亡。根据统计，迄年拄好日头活动较旺，台师大团队即马发现，日头活动较旺的时，会致使海水温度提悬，固定为亚热带吹到赤道第压界的东北信风减弱，就有可能伫较无风台的秋冬季节出现强烈风台。红色的话是活跃时期，它的生成的位置，平均的生成位置在这里。那这个是非活跃时期。活跃时期它的生成会比较东边，它要往西边、往北边走，留在那个海洋上的时间比较多。我们缺乏导引是气流，而且信风也比较弱，所以它走的也比较慢，所以它可以吸收很多海洋给它的能量。吴兆英指出，日头活动大约11年是一个周期。为1949年到当的资料，发现日头发展也较旺，秋冬出现强烈风台的机会也会较悬。但是气象专家裴克明有无同的看法。自从1945年到最近为止，其实这个时间呢还不够100年。那也只不过只有400多个台风，那如何配合上这个11年的一个太阳黑子的循环，这只有几次而已。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圣婴反圣婴的现象比较久的来说的话，时间尺度可能稍微短了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呢，还是有一些可以再讨论的目标。裴克明认为，到现主时统计的时间甲风台的数量拢无够济，要等未来统计资料较周全了后，才通做定论。吴兆英讲，因为寒天较少有风台，民众防范风台的准备袂亲像热天的时遐尔周全。这几年拄好是日头活动较旺的时阵，提醒民众这2年的寒天要较注意风台的动态。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印度最近是空气品质真歹，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来看，已经是超过100倍。因的首都新德里已经宣布学校停课，对后礼拜开始，当地政府嘛规定讲，车牌号码分双的甲卡的，爱分日子才会当驶出门。一日透早，新德里市中心能见度真差，边境会当看到人影经过，也是当咧做运动。当局已经宣布小学停课，继续延长到初10，佮用新规定13到20将实施车牌号码以单双数，配合日期闪开上路。आनंद विहार क्षेत्र में कल मैं गया था तो बहुत आंखों में वैसा लग रहा था。环境专家表示，车牌号码单双号分流的方式自2016年起实施几摆，缓解塞车的效果较好，颠倒减少空污的成效较差。12排定节了后，有了空污会变得更加严重。虽然当局有禁令，也毋过民众有缘管制伫街路放炮啊。There is almost a 15 to 20% increase that one is seeing both in the outpatient an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印度地球科学部初3的数据显示，新德里空气品质指标突破数达700，其实已经超过严重等级的500，也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健康标准100倍。学校停课，德里范围需要停止建设时间。根据瑞士的及时动态世界空气品质地图 IQAir。德里到初6已经连续第3天空气品质列为危险，成做世界上空气污染第2严重的城市，仅次巴基斯坦第2大城拉哈尔。不过这2个城市其实拢列为危险的范围。拉哈尔因为作弄的烧稻草、汽车废气排放严重，居民不管数有毒的空气影响健康。新德里的污染声音也对数。Cricket is like a legend for us, so nothing can stop us. I mean, that is why I'm here with the mask on.To support the best team. 迄天伫新德里登场的板球世界杯，斯里兰卡孟加拉的比赛如期举行。主办单位伫球员休困室装空气清净机，伫外口使用喷水器减少污染物。前几天因为避免影响健康，也取消训练，花吹暗，甲互球员跌入室内。当局初5也已经为此禁止伫新德里建设时间，限制客车甲重型车辆进入。公司新闻英文的编译。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高雄一个姓陈的药头，半年来涉嫌卖毒33解，伊大概计小是800到4000。即马互桥头地方法院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判33罪，加共判伊182年的有期徒刑，也毋过合并执行15年。伊不服提起上诉。
高等法院认为讲法院判决真合理，所以驳回上诉。继续关心联合报，导演魏德胜2021年翕《赛德克巴莱》电影，中央的董事长郭台强有投资，也毋过双方即马有一条4500万的这部纠纷。郭台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魏德胜也有伊的公司的财产拢互查封。魏德胜认为讲伊是互设局互骗去，翻头倒来告郭台强涉嫌诈欺，这个官司伫昨昏开庭。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因为10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05%，对2021年10月到今累计物价起伏已经达到5.5%。财政部依法调悬免税额的扣除额，调整了后，免税额会加5000块，标准的扣除额加7000块，有配偶家庭报税是会加14000，对2025年5月份报税会当开始适用。咱国内通货膨胀是一直拢真严重。主计总处发布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05%，佫超过3%，这是9个月以来新高。一寡菜色、水果的价数嘛拢有起，肉类、食外口的，还有厝税，即嘛拢继续的起。烘出8个破一半，菜鱼碗、肉大加明太子上了后，喷成处理香公公。另外一边的两塔也做一碗碗的火烧糖，烘1点钟了后就会使。只是这个业者常常用到的原物料，亲像面粉、糖、鸡卵、肉大，这个成本一直称悬，业者是起劲加盐，苦苦支持。那以糖跟奶油来讲，大概都提高20%到30%。好，那涨最凶可能还是鸡蛋，大概有3到4成左右。我们会尽力吸收这个成本。主计总处发布10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在风台带来大水雨影响之下，10月 CPI 年增率为9月2.93%扩大到3.05%，冲破3%，创9个月以来新高。虽然17项民生重要物资年期3.47%有较长好，不过外事费年增4.21%，依然是真悬。厝税年增2.20%，比9月较悬。受到台风带来豪雨的影响，蔬菜及水果的价格呢持续走高，二者合计就影响10月 CPI 总指数0.63个百分点。那另外呢，油料费的涨幅4.34%也比较大一点点。另外，在高基期的影响之下，国内出口也搁一摆变乌。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10月出口381.1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4.5%。前10月出口达3550.9亿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12.9%。全球依然处于高通膨跟高利率的环境，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也还没有摆脱疲软的态势，国际间的地缘政治等等种种的不确定因素都还持续在酝酿或是升高。财政部表示，就算12月有希望搁转正，不过今年以来国际景气如此，库存调整压力依然伫咧，加上海外客户落单会较谨慎，有50年出口会衰退1成，恐惊创近8年上大6个幅度。记者综合报道。真正鸡卵是起价，也毋过即马咱国内鸡卵价数已经连续2礼拜拢伫落，毋过呢也是无啥人去买。即马台北市的两商工会有搁开会，决定讲搁要降价。对拜四开始，卵1斤搁降2块，产地变38块半，挂价是变48块，降3届啊，即马已经差7块银啊。会面内底工作人员当地整理进货鸡卵，业者讲暗时进货量会搁较济，到时可能会贴搁较甜。甲年初无地通买卵的情形来比，即马柑仔店甲店头需求减少，生理歹。两商讲进口卵的争议影响消费者的信心，部分县市的营养午餐无用液体卵，加减冲击到消费量。敢来当继续甲价小降价。现在已经是滞销，所以最近已经连续2个礼拜都有跌价的状况，所以后面也有可能不排除会再跌价。对，那如果说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农民那边就会开始去做减产的动作了。连续2礼拜落价，台北市两商工会初决定搁降2块，连续落价3届，1斤累计俗7块，产地价数已经加38.5块，大麦价数是48块。产地价数年外以来，嘛头一届落到40块以下。有卖卵的农民认为讲，进前产地价数有起，平均每一粒鸡卵其实敢若起几仙尔，若小麦价数是起10外块。因为部分的早餐店无按比例降价商品的价数，加减会影响消费的意愿。我们在末端，在他们的账户就真的高出很多了，没有相对的比例原则啦。
面对拜四就要落价，内相讲干净这鸡卵无可能伫2天内就卖了，到时应该敢会当了钱卖。不过农产品本来就看天食饭，真好暗算。无伫寒人的时阵，就可能阁面临另外一波的欠卵。希望接落来天气较冷了后，鸡卵的消费量会当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去中国访问，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是讲1点钟。艾班尼斯表示，双方有讲到台湾，伊是表达澳洲支持维持台海现状的立场。咱外交部表示，目前中国和澳洲的关系是有变好，也毋过澳洲袂因为安尼生就限制和咱台湾合作。中国人讲吃水不忘挖井人呐，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中澳关系的挖井人。专家讲到澳洲前总理费德兰访问中国5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因为这届艾班尼斯来拜访，是互中国甲澳洲的关系开创新的局面。双方会谈超过原本按算的1点钟。艾班尼斯会后表示，有相当积极的进展，嘛正是双方有讨论到台海的议题。We discussed though regional stability, and we discussed the need for example, on Taiwan, I reiterated Australia's support for the status quo. 艾班尼斯表达支持台海现状，因为中国甲美国之间军事沟通是真重要，对区域和平稳定有帮助。艾班尼斯初次嘛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双方讲这是一项年度领袖会议，而且会持续举办。即嘛澳洲甲中国的关系回温，敢会冲击到台湾甲澳洲的关系？台湾与澳洲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片面改变现状的事上有共同的利益。澳洲政府目前对中国虽是稳定双方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澳洲因此限缩与台湾的交往与合作。外交部表示，台湾最近这几年来，甲澳洲的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双边贸易额为2020年以来成长3倍。台湾已经是澳洲第5大贸易同伴，嘛呼吁澳洲政府在稳定甲中国关系的时阵，嘛要注重依护甲台湾共同的利益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江文编译。乌克兰本地是明年的春天要举办总统大选，也毋过因的总统泽伦斯基即马表示，即马时阵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机。另外，战争爆发了后，欧盟即马有开放乌克兰人还佫交车入境，所以因为介绍平人较少，所以害各国本地司机生意拢变较歹，即马是引起波兰货车司机不满出来抗议。乌克兰自旧年俄罗斯入侵以后，一直实施戒严。在戒严令之下，所有选举拢会取消。乌克兰政府高层最近讨论关闭明年春天举办的总统大选，敢是如期进行。也毋过，泽伦斯基总统伫逐天的例行演说中讲，即马毋是重新选举的好时機。І усі ми розуміємо, що зараз у воєнний час, коли є безліч викликів,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 якось так легковажно. 事实上，原定今年10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也已经封延期。也毋过，随着俄乌交战超过1年8个月，乌克兰国内无共意见的声量渐渐加大。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10月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乌克兰人认为民主的支持率是减弱，希望基辅当局甲俄乌谈判比例增加到3成。泽伦斯基是搁一摆呼吁团结，希望各界唔通进行无意义的政治行动。No chcemy tego, żeby wróciły zasady uczciwej konkurencji, żebyśmy mogli pracować, żebyśmy mogli zarabiać pieniądze, żeby te auta nie musiały tu stać, bo jak stoją tutaj, to tracimy pieniądze, ponieważ taki pojazd nikt go nie kupuje po to, żeby sobie tu postał, tylko żeby pracował, żeby jeździł, żeby zarabiał pieniądze. 镜头转到波兰，拜伫乌克兰边界下3个过境点，有大量的货车卡伫车道上，造成车辆塌掉的。用这种方式表达抗议的是波兰运输业者，因不满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盟取消乌克兰的入境许可制，互因会当更较简单出入波兰甲其他欧洲国家，加上开价较俗，抢走各国本地司机的生意。示威人士控诉，进前乌克兰继续加购物大量输入波兰，波兰农民就要挡袂了啊！政府却一直无提出办法，也毋过波兰政府回应取消乌克兰运输业者的入境许可，是欧盟决定，因也大度反对欧盟。公司新闻台湾人朋友。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
以巴冲突伫加沙已经造成上万人死亡，根据统计，死亡人数当中有4成是囡仔。联合国秘书长即马就批评讲，加沙已经成做囡仔的亡仔堡，这个死亡的数字嘛已经超过5战争。来关心日本和英国今仔日会伫日本东京举办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2+2的会谈，要确认会伫安全保障方面强化合作。英国是强调讲，就算即马东欧甲中东有战争，也毋过英国重视印度太平洋的决心无改变，希望双方会当扩大强化安全保障领域的关系。继续关心美国和中国拢想要降低紧张的关系。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就表示，美国的国防部长希望后礼拜去印尼参加安全论坛的时，会当和中国相关的官员来会谈。也毋过中国将国防部长李尚福即马互免职了后，中国目前是无国防部长的，所以即马代志有变甲较恶办。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军情局有2个候级的军官，对107年开始涉嫌用假情报来诈领情报奖金，5年外已经赚上千万。检方即马是依照贪污也有伪造文书罪，甲因提起公诉。法院嘛裁定讲要延长收押。国防部是表示，国防部会配合司法的调查。总统蔡英文报告军情局视察，毕竟无名英雄，关键特别工作拢伫遮推动作为国内机密单位。即马洪亚出细数上校，涉嫌带头作假，用不实证据诈领情报奖金。全案夜间侦查终结，检察官以被告2人涉犯公务员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洗钱防治法之洗钱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调今年6月，直接去军情局大动作搜索，约谈2名候级军官，发现细数女上校涉嫌联手细数的查甫中校，为107年开始，虚构兑换情报人员，造假几笔证据，赚报建情报奖金，诈骗超过1000万。虽然涉案上校讲是信任中校，毋捌怀疑真假，2人也是双方起诉，法院也裁定继续羁押。这个案子是军情局自己内部发现的啊，然后去查的，全力配合司法的单位的这个检调的一个调查，然后去厘清整个事实。到底案件爆发了后，涉案军官已经互停职，今马互起诉。国防部表示，全力配合司法单位。国防部长也捌讲谈话，绝对无含糊，强调情报工作真重要，1点仔45都会全部去了。你的情资干等级来分，绝对机密、机密，密很重要的，没有的一定要查证。依照情报内容，奖金分4等级，军情局体育小将指出，尤其涉及绝对机密，需要多加查证。即摆就算军情局军官已经缴回犯罪所得，也是爱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起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明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的赖清德伫昨昏公布竞选总部主委，伊是找姚立明，外界认为伊是咧针对郭文哲。也若民众党郭文哲伫昨昏，伊提出伊鼓励生囝的政见，伊讲若互伊做总统，有心满3个月会分5万块的补助金，红额一出世会搁再分10万。小组化已经正做个案危机，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提出小组化对策，要互有心满3个月有好分补助金5万，新生儿出世10万。另外也放任大兴将代理孕母特别人工生殖法，怀孕满3个月给5万，生出来给10万，然后这个减税你知道哈，一胎减12万哦，可以到12岁，目前是只有5岁。那另外是育儿津贴哦。从5岁延长到12岁。另外，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是公布竞总组织结果，竞总核心成员包含政局主席苏贞昌、决策委员会召集人区议员。特别注意是，2014年捌担任国民党台北市长竞选总干事的姚立明担任主委，也互外界解读是要甲国民党收兵。姚老师对我的帮助跟之前对柯文哲的帮助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姚老师会帮助我打败柯文哲。针对南北合的进度，郭文哲表示，虽然外界感觉卡掉咧，不过伊感觉也是有进展，包含政策纲领、所高这议题合作范围真大，有强势的部分佫较侪。即查总统选举，若身边契合顺其自然，都无期限。侯友宜是表示，南北合上大强势就是组成上强的团队。
蓝白合大家最大的共识就是组成最强的团队，大家在共同的理念跟想法，才能够一起并肩作战。这段期间，多颗阵营一直都在递橄榄枝，我们两方的善意已经多到满出来了。唯一的实现就是中华民国法律规定的11月20号到24号中选会的登记，在那之前，两个人都是顺其自然。郭台铭最近有关无公开行程，过办用鸭做比喻，看起来真轻松，暗过水底两只脚是拼命的背水，强调郭台铭有真侪私人无公开行程，佮透露有真侪政大人士要拜会郭台铭。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嘉嘉有一个姓赖受刑人，伊想要投票，所以申请讲明年爱伫嘉嘉内底设投票所。即马嘛，互高等行政法院裁准，成做咱全国的第2例。严过中选会共款表示会依法提出控告。中选会是解释讲，因为特设投票所是伫无在籍投票的类型之一，严过现有的选罢法内底并无相关的规定。希望地质控制所大选节到申请一票，花莲嘉嘉一姓赖受刑人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伫甘肃内设投票所。高等行政法院合议庭7日裁定，宪法保障人民投票权，同意应该伫花甘设投票所。这是为顶个月法院裁定台北嘉嘉一受刑人因伫甘肃投票了第2例。他都很期待说，在明年的时候可以去投票。台湾法律是没有限制受刑人的投票权，那是现实的原因下面没有设置投票所。选举委员会会收到判决书以后，然后依法来提出抗告。这两案选务机关拢强调会提出控告，按国全台共款请求也有交价。中选会指出，若伫甘肃内底设投票所，是属于特设投票所，是无在籍投票的类型之一。选罢法当中无相关的规范。议会举行公听会，探讨论真侪年无在籍投票选制，为什么无法度做？或者认为是卡伫积贫战兵甲执政党的决心推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因为政治上的一些选票上的考量还有一些技术层面上的一些疑虑，适用对象尽可能要涵盖在国内的所有民众了可以避免那个选票考量。以后推动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的这个经验可以作为未来公职人员选举采取不在籍投票的参考，择定部分的选举来实施不在籍投票，那要考量到选民是否能完整行使选举权的问题中选会表示，公投无在籍投票修法草案已经送入法院审查，希望为公投开始进行，建立民众信心。各项转移投票方式，也就是民众向户政机关申请免费户籍地，就近伫国内其他地点投票，海外侨胞投票，因为看涉宪法规范，爱国研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万东稻仔最近要收成，严过伫苗栗的公馆却出现稻虱，损失上报有5成以上。苗栗有6公顷的农地受影响，这是40年来上严重。严过这个虫害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互农民是真无奈。农民西基区赶紧抢收二期稻作。也毋过，煞无收成欢喜，这个当收偌济算偌济。原来辛苦种的稻仔受到荷菲斯虫害，损失真惨重，会当讲血汗钱都去了了。嘿，没碰过，50多年没碰过啊！我就是省钱，比较慢撒，就来不及了。荷菲斯虫害俗称丝梢，受到丝梢的水产，看起来就像大稻草，严重拍倒无开卖。那应该是巴比的稻仔，一地已经剩拍壳，甲健康的水稻仔形成强烈对比。苗栗公馆乡农会表示，荷菲斯多数出现伫南部甲部分中部地区，也不过今年已经往北扩及到苗栗，受害面积已经达到6公顷。这边干扰了以后，它一定会飞过去，所以但是因为虫其实就是你对症，其实赶快喷药其实是还来得及的，不喷药就是很快。只要伫产地春秋一柄大量的荷菲斯四过杯，只要2-3天就会大面积扩散，烦恼灾害继续扩大。农委会东方署表示，荷菲斯发生伫2期稻作的泥石期甲红石期，因此十足基部的营养做食物。那今年受到气候影响，灾害比往年较严重。那次的一个台风来讲呢，它最主要就是它带来的会有那种粉凤现象，还有海盐。所以它会变成是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说就造成很适合这个到荷菲斯的一个发生。农署表示，建议农民必要时先抢收，对于成熟期较晚的产区，也要赶紧用药。
但因为通海无符合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导致机场保险理赔范围降低多面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厝若买伫公园边，有人讲安尼空气较好，阁有绿地会当散步。也毋过，即马伫新竹的竹北有一个拄完工半冬的公园，即马是互附近的民众抗议，甚至阁有被捕条啊。原来是因为公园内底有囡仔咧耍的游乐设施，囡仔伫遮耍的是嘎嘎滚、声音嘎嘎叫、叽叽叫，互附近的民众讲吵甲挡袂牢，即马要求县府甲游乐园刷走。囡仔伫游乐器材爬悬爬低，耍甲真欢喜。另外一边，阁有趣味的추流龙会当耍，毋过佚佗时发出的声音，却造成住在附近民众袂少困扰。在社区门口挂抗议布条。小朋友来玩的时候都会有尖叫，甚至有校外的教学，来就是断断续续都是非常吵的。其实假日的时候，几乎这边就都几百个人挤在里面。那星期六、星期天大家上班都很辛苦，回来要休息的，变得大家都逃离这个地方。台北市这座拄完工半年的公园，近摆到礼拜都不少家长带囡仔来遮耍。有时阵因为人数伤济的关系，声音伤过头大，引起附近民众不满。不过，嘛有其他人有无同款的意见。刚开始设计完的时候真的是很吵，然后违停的乱象其实也是很多，然后但是过段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好了。公园到处都有啊，那难道每一个公园都要搬走吗？目前县政府有提出相关改善措施，拍算甲公园游乐器材电火提早3点钟关掉。减少暗时的人潮。由原先晚上9点关闭的公园景观灯，那我们会研议改成晚上6点来关闭。那第二点就是配合熄灯以及相关管制措施。一般在公园边的厝，因为有绿地，拢会较受欢迎。不过囡仔在公园耍的声音伤吵，却造成附近部分民众的困扰。对介意恬静的民众来讲，有影是有一好，就无两好。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台南认得的潭水桥骹有崩坑，这个崩坑有2边，一边是较宽，一边是较矮。若较矮迄边细只货车咧驶的时是100码下码，所以是一寡较大台货车，若是要过，就会驶对向行较快迄边。也毋过驶对向，安尼就真危险嘛，真够发生车祸。港务局是表示，因为有地权的问题，所以即卖抑阁当地研究，1个月内因会提出改善方案。明明两个崩坑有分600方向，不过所有轿车驶反向入去车道，这是在宁德保安路潭水路桥，是要去高铁站行经过路段。详细看，这条路无对同，正边的崩坑看到敢若一台车驶入去就拔堵吧，若大台车无细入去，车身就卡掉的啊。地处民众国不离将拢驶颠倒向，一个洗脚擦反洗会无性命，侪民众心惊惊。在地人都好开遐过，阮就甲开过来啊。爱是外口的，无啥人开入来，伊会惊。过不去，有些就直接走另外一边会比较快，不用去绕路。边仔去大，甲开困落去，那这样个大的车路会当好过。较袂较安全，袂叫唔叫自杀就再安3天。地中指出，这两个崩坑是从日本时代用到大，当初设计道路就较矮，地势嘛较低，所以才定有驶反向的情形发生。根据统计，今年已经发生3件事故，甚至有人死亡。是安怎这个高风险的问题也未解决，主要是因为地权问题。公务局表示，1个月内会提出改善方案。会找我们4、5相关单位，如交通局啊，以及台铁局等相关单位去做现场的会勘，然后提出一个妥适方案来做解决。112年，我们针对这个地点的取缔逆向行驶，我们总共取缔了37件。虽然有在地人讲已经惯习安尼驶啊，不过对外地人来讲，若路况无适，恐惊会发生烧路。警察局讲，因会加强稽查处地，确保用路人的安全。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军公告伫明年会阁调悬薪水会加4%，公立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加级嘛会加15%。教育部即马是为着要鼓励一寡私立的大学嘛，对咧调悬薪水有提出本身和学术研究费70%由政府补助的措施。即马中国科技大学的董事会已经决议通过，讲会按照教育部的政策，希望用薪水甲老师留调咧。
小介用食物处理动物的皮甲设计，台湾基这份文创商品开发的选手课真受是教团体系学生的欢迎。少数化冲击之下，数学老师爱搁较拼。责任跟挑战都越来越重了。那私校老师要负责更多教学以外的行政啊、教学啊、跟辅导方面，其实付出很多。术后也留住好老师，确保教学品质。不过明年军工教调新4%，公立大专助理教授以上学术研究加级也调整15%。今日助理教授研究加级就加6320块，安尼利息变怎呢？教育部表示，术后若对咧做会比较111年，本心以亚国专项补助7%，研究加级调整15%，也补助7%。中国科技大学董事会初三决定，比照教育部的额度来调薪水。过去累积的一些我们可用资金、自有资金也还不错。那董事长非常照顾同仁啊，而且因为好的薪资才可以留住好的人才。有很多需要支援，那当然在加薪方面当然是最直接的。那今天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很开心啊。107甲111年军工教各调薪3%甲4%，中科大拢有对咧配合。学校高算7%补助了后，学校负担将近500万。另外，编制活动数加薪4%也自行吸收。每个学校的招生的规模跟过去激流的这些可用资金可能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也大家一起努力的，因为私校确实经营都很困难。目前，私立大专就中国科技大学确定对咧做去年对咧调薪5%的龙华科大表示，董事会原则支持，不过爱等教育部正式来文件，按照定数来进行。文化甲淡江两个老牌事后表示，以前调薪拢甲公立学校同款，不过还阁经董事会通过了后，才能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违规伫路边临时停车，对6月份开始会当个恢复检举。加上即马个有记点的制度，也毋过这是互职业司机哀叫，讲影响因的讨趁。即马交通部这6个市有含货车、机能车业者开会，有民间团体即马建议讲，路边100公尺到150公尺内底爱画10排的黄线，方便这个货车司机会当好停车。也若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目前会先用可控的，也若记点的部分会阁收集各界意见。交通部伫9月中公布1000个过路人事故热点，伫台北市罗斯福路一段甲南海路交叉路口就是其中一个。政府推出办法，大部分人感觉过路人安全有改善。车辆比较多，有在礼让行人。我自己在这边生活的感觉啦。站在旁边的行人可能会觉得说被挡住，一个下车的人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他就只是想要赶快下车。民众大部分感觉过路人安全提悬，不过看伫加速工会间内煞是换白口水，因为6月底开放检举临停，加上记点限制，一年来若被扣12点，就要吊扣驾照2个月。加速工会初6甲交通部开会提出3大建议，包含道路每100到150公尺画设10%黄线，无画设完成进前暂缓记点，检举爱3分钟动态影片，针对以前3分钟影片，交通部长后任。没有这回事哈，台湾基准里面有一条哈，就是如果这个临时停车，如果这个不影响到交通秩序跟车流，是可以先劝导为止。伊表示，地方政府伫临停区无做好进前，是毋是暂缓基点，爱阁讨论。交通部甲计程车货运业者座谈了后，会甲警政署讨论才有方案。目前调向道山岛就开发来进行。货运业者声明强调，有严重违法货运公司停止部分营业，一直到改善。目前社会车价进前爱暂缓基点。黄线还没有画设完全之前呢，针对这些临停的这些案件，不予以记点。个人是支持，就是现在要严格执行这个记点制，除非你觉得记点制哪边是真的是没有道理了，我们才要去做修改。同样的时间，我们也要去道路的交通工程去做重新检讨。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暂缓记点，应该会当中提出改善方案，才能提高私人生活、改善过路人地甲有名之间共创双赢。记者综合报道。伫韩国的娱乐界地位1入1的 CJ 集团，昨昏含咱台湾电信业者、影音平台，抑个媒体签署合作的意向书，要投资咱台湾的电视、电影甲音乐作品。咱嘛要透过韩国的经验，甲咱台湾的作品杀到国际市场。
由文化内容7.2带头韩国内的电信业者媒体，甲韩国11156集团 CJ ENM 香港分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要投资台湾的项目包括电视、电影、甲音乐3大领域。文策院望照韩国的经验，甲咱台湾的内容创作，杀去到国际市场。那我们这一次跟 CJ 集团会用 CJ 非常成熟的国际上的技术或人才，来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台湾原创内容、华人原创内容的一个创作基地。同时，我们所产出的内容也将会向韩国、向全世界去发展。This is a really the meaningful opportunity for us, and of course, we have a long way to go, but this is the very big first step. 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have a great condition we discuss together, and then we reach the final agreement within the next year. 另外，文策院主办的 TCCF 创意内容大会自办日正式起稿，这国内外影视产业、串流平台、韩网甲电动等等的业者拢来参与盛会。望国内有发展性的 IP 会当透过 TCCF 争取到国际投资和合作的机会。尤其台湾有多元文化和民主自由的创作环境，这嘛是咱的优势。台湾具有非常多的特点，它是多元文化。加上民主自由，加上东方与西方的荟萃，那同时在华语文世界里面，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入口，也是最具有这个特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 TCCF 是很重要。这届的创意内容大会也有设立20本的奖项，总奖金超过新台票500万，要伫提案的影视作品当中选出优秀的作品。大会自11月初7办到初10，大致拢会有座谈会和工作坊等等的活动，要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创作力量。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地方放上头来关心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昨昏举办联合拍卖会。拍卖会内底有轿车、有手表啊，这拢无啥稀罕。上较特别的是拍卖品内底有一只爱4000万要互嫌犯摕来走私毒品的游艇。尾啊，这只游艇是以2900万标出去。这台停伫咧高雄港的白色的游艇，入去内底看卖咧，设备也拢够正新。这台西雅山共和国国籍的游艇是用3900万制作，去年走私毒品，互人查到。高雄地检署委托高雄分署用1600万起标拍卖，找出的拍卖现场，敢若2个人来投标，验补一回未记的抗保证金，由另外一回以2909万得标。高婉琪小姐和伊。这个高于底价之2909万元得标。得标的这位民众讲，伊是替因朋友来投标，无愿意讲因朋友的身份。这台游艇怎么还阁停伫咧旗津区海巡署？检方惊讲，若长期扣下无形，船体会生鲜机具会老化，才委托高雄分署拍卖。高雄地检署主托变价的水平号游艇。那这个游艇是在111年的时候，他们在高雄茄萣外港查缉走私的时候查获的。这边的拍卖除了有不动产游艇，也有6台汽车、1台奥多麦、加手表啊，这寡日常用品。流标的物件会依照看是毋是第一遍拍卖，才来决定是毋是调整后回拍卖的起标计价。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举办乡村艺术行动，参与计划的六卡乡创生团体是用蒜头市场做舞台，引用市场的人文来做展览，带大家用体验的方式来了解超过100年的在地聚落。红麻粉用机器焙过了后，将做一块一块油饼，刷来搁爱用油车豆豆来炸油。第一届看到麻油的生产过程，参加行读的民众拢感觉真深刻。嘿，这我头一届看迄做麻油的过程。我是感觉就新鲜就趣味安尼，嘿，我唔知影迄一块饼爱15斤，嘿，这是头一届知。实际上，咱来看现场，伊个人客的一种感觉，对无？伊的心理感觉嘛，讲哦，我有去看到现场，人现场就真正安怎做。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在地产业甲文化，阿卡乡的在地创新团队配合家己县的乡村艺术行动。展览因进前伫市场的活动成果，佮带大家来到蒜头市场，看这超过100年的聚落。
啊，阮伫咧蒜头市场呢是今年做的代志，拢伫遮做一个呈现，佮有影片。啊，今日咧做主要是讲带咱遮的人离开咱市啊，离开咱即个蒜头落卡即个所在行一日，互因熟悉即个蒜头市啊佮落卡，使了解咱蒜头一寡和别个商店无共的所在。啊，来到咱遮，我较知影讲原来五母、牛蒡，吼嘛是咱蒜头面在地的农作物。创新团队表示，蒜头伫较早的时阵有真侪比价油车景，是真闹热的所在。即个透过乡村艺术的活动，嘛互更较侪人知影在地的故事，嘛替蒜头佮带动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要学生会当更较了解家己的故乡，云林县中乡的青年农民甲国校合作，带遮囡仔骑铁马踅社区，佮互囡仔靠土豆做芳，嘛是要透过活动，互囡仔认捌在地文化。甲土豆溜啊掰开，叶甲规面拢是。囡仔当咧比赛啥人骹手骹尾，叶上侪土豆。云林元中乡的学生囡仔对在地青年农民靠土豆做芳，大家拢算甲真欢喜。我觉得今天最好玩的事情是做面包的时候，因为那个面包很软，然后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教室里面上课就是做，出来的话就是可以跑跑跳跳游泳。平常都是只能在课本上看到一些可能我们还没有去接触过的农作物，那今天就是透过这个学习课程，让小朋友呢能够从中去体验，然后另外呢也能够让他们真的说去知道花生是怎么来的，然后让他们自己去从做中学来学习，这样子他们的学习会更快。这是由云林县农会甲青年农民联谊会合办的计划，除了互囡仔靠土豆做芳以外，嘛带因骑铁马踅社区，认捌家乡的产业甲文史。阮嘛是希望讲透过这个活动，甲咱在地的囡仔，带出来咱的学校，带因骑着铁马，咱会经过3个社区，会经过咱的鹿南、鹿北、甲下游，佮加入咱的实用教育，互因了解咱遮种植的农作物，咱的土豆是安怎种，是安怎会种甲遮厉害。在地青农相信，要熟悉家乡，对这个所在有认同感，上好的方式就是互囡仔亲身去行踏甲体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因为神经系统退化，所以手会颤、筋骨会硬，会影响因的行动。即摆瑞士和荷兰有研发出一款机器，这款机器是利用电流来刺激龙骨，所以带动骹腿的筋肉，或者患者嘛会当行路。63岁古体爷因为得到帕金森氏症，走路会摇摇摆摆，细节弯道会失去平衡，随时拢有可能滑倒，互伊当年唔敢外出。2年前，瑞士洛桑大学病院团队将制作电极片甲神经微冲发送器，分别是伫伊的龙骨甲腹肚皮下面，互伊重新找回行路的能力。It changed my life because now I can leave my home, run errands. I even go on foot to exercise. 医疗团队记录具体的手术前后的行路行动，明显稳定，佮平衡真侪。具体的是头一位接受这项新手术的病人。团队将治疗研究成果发表伫自然医学期刊。帕金森氏症属于神经系统退化疾病，病人会出现颤、骹手硬扁、行动能力受限。因为惊受伤，多数病人真少出门，进一步冲击身心健康。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甲叫做前进的荷兰医疗科技公司研发这种神经机器，将微冲精准送到龙骨的部位，帮助病人的骹腿筋肉重新有控制能力。The technology is a neurostimulator that delivers precise pulses of electricity to the region of the spinal cord involved in the control of leg muscles. And the pulses are delivered at the correct location with the correct timing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way the spinal cord is activated naturally in order to walk. 这项治疗并不是对每一位病人拢有效，也毋过具体的疗程显示，病情较严重的帕金森病人有希望因为这项科技来受益。With this therapy, if people can gain more confidence and can go out and have a bette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do more things, it's an enormous plus in the daily activity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公司新闻刘淑芬编译。有英国的历史学家对国家档案馆发现，英法侵华战争的时，法国的亲人爱人要写予前线军官的这个批，也毋过这批无寄到这阿兵哥的手头，是过
265年才互拆开。画面内底这三台批，有的是家书，搁较侪是情书。伫18世纪英国法国7年战争的期间，亲人或者是看守写互法国水手甲军官的批，毋过所拢无送到位，一直到265年了后才互拍开。剑桥大学欧洲历史系教授莫里尔因为好奇，为英国国家档案馆借出来看，拍开了后，心内是真激动，因为伊竟然是头一个读到这个私人批信的人。J'ai la mère d'un matelot, Nicolas Quenel, qui se plaint que son fils ne lui écrit pas alors qu'elle lui a écrit 5 lettres, mais en revanche, elle sait qu'il a écrit à sa maîtresse, à sa fiancée, pardon. Le terme est maîtresse à l'époque. Et donc, cette mère cherche par tous les moyens à forcer son fils à lui répondre. Alors, 莫里尔讲，其中有一张批是看守写予做中尉的翁婿，表达伊对翁婿的感情。不过，在这张批送出去之前，中尉就已经去予英国军方掠去，因为因看守嘛伫个过当年过身。了后，莫里尔确认共车船去互掠去的181个军官的身份，其中有1/4的军官是受批人。伊针对这个人甲因的后代进行族谱的研究，估计规个7年战争的期间，有要65000个法国水手去互英国军方掠去，有的因为破病或者是营养不良过往，其他的人有去互放出来。根据莫里尔的研究，在英法战争的期间，写批是军官甲水手甲亲人联络唯一的方式。莫里尔嘛讲，甲现代利便的通讯软体来比，这个18世纪的批信呈现出人类真心的感情，是真珍贵。以相关的研究会发表伫年鉴、历史、社会科学的杂志顶悬。公司新闻新录为编译。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有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0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2度，上悬是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1度，上悬29度；外岛21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